这些导电是有资料你出现，大家是零点问题，那这把已经打过了。就像现在这样，你来比如说那个零个等级，不是个长期的，找出来一个单品的不行。慢慢。我们现在进系统了，然后稍微等一下，然后说一下，它电脑是右下角是装了360和电脑管家，然后这一次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软件冲突出现这个蓝屏，就看到它右下角是有360，还有一个